乌英直升机失事不幸牺牲8名军官，再起联合公祭。蔡英文总统颁发保养令，追加禁封因的军阶。后个月开始，台北捷运公司会取消雾卡入站拍8折的优待，换用坐愈坐、俗愈坐算法。英国 Harry 王子翁仔某顶日宣布要脱出皇亲国戚的身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声明讲会祝福因两个。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1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因为乌英直升机失事，地署11名参谋总长在内，计共有8名军官甲将领不幸牺牲，再起联合公祭。蔡英文总统颁布保养令，阁有追加禁封因的军阶。蔡总统毋若真心中来讲出一句，各位辛苦，任务完成了。伊嘛宣布讲，11名总长咧拍拼推动3项替军人增加奖金福利的专案，行政院嘛已经协定通过。副旗。伫北欧事故，顺一种事的观察看国旗，感谢因替国家贡献。这是早起伫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举办英勇顺一种事联合公祭，由总统蔡英文颁布保养令，嘛对敬将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及空军一级上将官阶。由顺一种事家属代表接受，场面严肃。伫致辞时，蔡总统嘛宣布将士的任务结束。各位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任务完成了，国家永远感谢你们，也怀念你们，愿一路好走。局长向顺一将士表达感谢，蔡总统佮宣布，参谋总长沈一鸣、甲总司官长韩正宏在正前推动的3项加紧方案，行政院已经核定。从今天起，国军新增的3项加急方案，包括空降特战勤务加急，还有沈总长跟韩总士官长在生前所推动的飞行军官续服奖金，以及士官长的专业加急，行政院都已经核定了。完成沈一鸣甲韩正宏在生进行委员，蔡总统佮强调，伊是3军统帅，会予国军上大支持。若包括副总统陈建仁、行政院长苏贞昌、前总统马英九，嘛拢有出席纪念。军方嘛开放民众入场对数致意，虽然8、6号，暗甲是有真侪民众来到现场，向顺一将士致意。若14宣告，卖讲半日1天，表示哀伤。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公祭典礼，国防部派出4架幻象2000的战斗机，飞出缺席的队形，就是其中第3号的飞行机拖出机队，直接升起伫空中，代表讲这烈士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典礼会场嘛播出纪念的影片，感谢8个军中的英雄为国牺牲。4架发上2000的战机用快型队形通过天顶，其中向定烈士的3号机单机脱离掠伫升空，代表任务完成。这是台北市第一届出现吊猎顺一将士的飞行编队，要向乌英事故罹难，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以内8个将士来致敬。伫咧车队启动进前，陆军咧炮雷嘛发射19响来致哀。国防部则是举办乌英顺一将士联合公祭仪式，特别制作悼念的影片，记录为国牺牲奉献的国军英雄。影片记录事故发生了后，社会各界艰苦甲毋甘，总统蔡英文嘛甲家属双手握条条。台北宾馆举办追思会时，嘛有家长带囡仔点点滴意，感谢因保卫国家。魏妈妈带着小孩向总长鞠躬说：“知道为什么要向他们敬礼吗？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站在这里。”国防部长严德发伫咧追思会场看起来真艰苦，伊轻轻摸参谋总长沈一鸣的6月帮，留下纸条写讲：“一鸣，你甲我日暝斗阵，患难与共，多谢你互我协助。”一字一句拢表达对沈一鸣离开的毋甘。总共有12000的民众点点致意。13乌英顺一将士刷灵，毋拿官兵列队致敬，引导民众的国旗来追思。蔡总统嘛亲身去国防部缅怀致敬。伫咧影片要结束的时，佫有播出参谋总长沈一鸣在生时阵对官兵的信心话声。当你面对困境、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怀忧丧志，把那些困境和挫折当作是上天对你的考验。通过了这些考验，你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稳健的人。
拄着考验拍拼学习克服，就是新一名做国军的开幕甲表率。一场空难事故，甲8个国军英雄带走，啊，毋过因牺牲奉献的精神，会伫咧每一个人的心肝底袂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蔡总统接到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Nancy Pelosi发表的声明，恭喜伊连任。Pelosi 议长嘛期待美国和台湾进一步行搁较晏。另外，众议院亚太小组的首席议员体育后，嘛呼吁中国的习近平都要接纳蔡总统所提出，两岸中间搁再继续互相对话主张才对。蔡总统早起搁接见美国研究政策的智库 CSIS， 伊嘛搁再强调，咱台湾和美国是重要的战略谈判。2020大选结束，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3发表声明，形容台湾的选举是正重大，向蔡英文甲台湾人民来恭喜，而且嘛期待美国甲台湾进一步强化关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约翰嘛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总统蔡英文针对两岸对话的提议。Yet she and the CCP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lex, would be wise to accept Taiwan's willingness. Understand this, accep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tatus quo and respect their sovereignty. China has nothing to gain by trying to unify Taiwan to the mainland. However, they have much to lose. 约翰警告中共爱尊重台湾的自由甲主权，这对中国甲台湾拢有好处。家己嘛继续推销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总统蔡英文是接见美国战略甲国际中心 CSIS 的访问团，强调讲会继续甲理念相外的国家来合作，共同保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过去3年多来，台湾面对中国的不断的打压，我们始终秉持不屈服、不挑衅、不冒进的原则，致力维持台海的稳定。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呢积极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一起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蔡总统嘛感谢美国长期对台湾的支持，毋过两岸经营的学者嘛是 CSIS 亚洲事务资深顾问的葛来基，针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对台倾向的疫情，北京可能会采取更较硬的做法，包括继续来抢台湾的邦交国，未来4年会继续等待时机，嘛会对台加强政治、经济甲军事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这边，伊休假倒转去市政府上班了后，早起主持头一场市政会议。伊也特别说明讲，人咧讲1票30块，计强1亿6千几万的选举的补助款，迄是国民党的中央领去，1甲5厘都毋是一直的。另外人咧问起国民党内部正人在咧画改革这款说明，韩国瑜是表示讲，完全拢也无提起半点的意见。将近3个月无参加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早下穿西装表达重视，嘛颁奖予市府表现好的同事甲义消。对外界关心伊摕500几万票，会使领1.6亿的选举补助款，韩国瑜入去会议室进前，特别向媒体澄清，伊1块拢无。所有的补助款通通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个人不能领啊。个人不能领，大家了解吗？因为是政党推荐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所以选举之后。所有得了选票的数字的补助，全部被国民党中央党部领走了，我们1块钱都没有啊！韩国瑜半暝嘛，伫咧面册打文章，讲就算伊摕到补助款，嘛会全部捐出去。其他选举期间的捐款，近期内嘛依法公布。不过国民党内选后一直在看改革。韩国瑜13号虽然表示目前无规划参选党主席，但对国民党未来也是无表达意见。只是伊伫咧高雄客票无到3.5%，2年后国民党嘛爱面对地方选举。高雄东这边议员希望中常会全面改选。中常委，我觉得是否在这个说要全面改选？那我觉得由新产生的中常委以及党主席来做全面性的检讨，包括党名，包括其中党内的一些制度，我觉得这是比较全面性的。黄少廷表示，国民党一级的主管平均年纪60岁，民进党的平均40几岁，国民党机器实在伤过老，应该爱调整。嘛建议韩国瑜赶紧掌握互高雄市民有感的时政。记者王家川面交款给我们报道。国民党选举策略，过来党主席要换啥人来做？目前正人是议论纷纷。总是现任的5吨机主席请示这条案到底要准啊唔准，就要看明仔载的中常会。像知影讲，江启臣立委、蒋万安立委，佮台北市市丰城议员这3个中常委，拢总宣布讲因要升时，甚至市丰城佮呼吁所有的中常委，当都爱拢总时才对。2020大选国民党大输。
党主席吴敦义已经宣布请辞，等待国民党15日中常会决定吴敦义是不是为败选负责。刘锡人再来选党主席，师门学校的校长张家忠首先宣布要参选，伊也感叹党已经退到山坎边，各过就是坎卡。所以这次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要再期望任何人有这个政治的明星，谁能够打败民进党？当两岸变成一个结构、一个固化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靠人的力量。另外，党主席的参选人选包括霍良斌、周锡伟甲连胜文等人拢被点名。姚人组长李伟、詹明忠、蒋万汉、江启臣也个可惜化会当兼任。验过连任成功的江启臣加蒋万汉，是拢宣布辞了中常会，要求针对包括党的两化政策进行改革。所有中生代的从政党员同志，我们必须深刻的自我检讨，为什么国民党离民意越来越远？我想，不管是基层组织，不管是吸纳年轻人，或是广纳人才，或者在相关的论述上面，我们都必须要彻底的每一项全面的检视。离席了中常会的台北市议员谢凤婷，甚至也阁希望所谓中常会总辞。15日中常会无必要，也无应该决定吴敦义的请辞案。整个党的一个内造化，就是要有更多的这样的符合民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人进来，一起的及时的呼应民意。另外，连任失败的南会黄兆顺也宣布是中常会，未来也袂阁再参加任何党籍的选举。也强调，党若要改革，就必须重视青年甲妇女，注入更加侪活力，帮助国民党重新阁再爬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天嘛已经销假，去欧洲中部的捷克一国，和因的首都布拉格签双方结交姊妹市的协议。布拉格的市长阁讲，因为无法度接纳中国北京所提出的一个中国这款政策的条文，才会换和台北市签姊妹市。因为咱双方面拢有同款的民主价值，嘛拢尊重基本人权和文化自由。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在大选了后的过两天，回来到台北市的新婚，去捷克布拉格和市长赫瑞普签姊妹市的协议。签约了后，两个人交换纪念物。布拉格市长赫瑞普送一个布拉格的代表物，郭文特是把赫瑞普上介意的拉力木雕送给伊。两个人再搁做伙整一张合作台湾的台湾衫，希望未来两个城市的友情会使亲像台湾衫同款长会寿。布拉格在3个月前才取消和北京姊妹市的关系，因为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并无接受和北京协议中受到争议的一个中国政策条款，最后解除两边的关系。赫瑞普表示，伊并无提倡和中国断交，或者是切断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过，改和台北市成做姊妹市，是因为伊认为两边拢有共同民主的价值，而且尊重基本人权甲文化的自由，认定这届的签约对两大城市上界有利。Přátelství mezi Taipei a Prahou započalo již před mnoha lety a dokazuje to, že stará pouta má smysl udržovat a že lidé by určitě neměli opouštět staré přátelé pro nové. A to platí dvojnásob, pokud se staří přátelé ocitnou v nesnadné situaci. Potom ta volba mezi tím, co je snadné a co je správné, je především volbou mravní. A mě proto těší, že již za několik málo。除了签订姐妹市以外，我们还要签署几项的合作协定哦，包括了2市动物园的合作。那我们台北市动物园会送这个穿山甲给布拉格的动物园哦，那也会协助他们哦去饲养它们。另外，我们还要再签署那个观光旅游的合作。还有，我们会签署这个智慧城市的合作。郭文特表示，市府团队延续2017年台北市举办世大运的精神，要让台湾行出去，世界行入来，推动城市外交。伊也认为，北京应该爱让布拉格有选择和无共城市成做姊妹市的权利。未来台北和布拉格会针对经贸、文化、观光、教育等等的领域做伙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公布针对新闻媒体互人信任的程度研究的结果，民众普遍得上界接看的电视新闻是 TVBS、民视和中天，不过上界侪人讲无意向要收看的媒体，排名内底嘛有中天甲民视。
可见因支持甲反对的民众拢袂少。啊，若是调查伫咧媒体做工课者专业的人士，因咧选择电视新闻的排名，第一名是 TVBS， 过来是公共电视。大选结束，有人欢喜，有人痛苦。不少民众嘛经过各种媒体了解选情，啊，毋过这媒体可信度敢有悬。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公布新闻媒体可信度研究。不管是一般民众，或者是媒体工作者，新闻媒体信任度上侪10分，拢有提5分外。那跟我们中间值5.5来说接近的，表示说它并没有高于中间值太多。这就表示说，其实不管是一般媒体或者是我们媒体工作者，都不是很相信媒体。以早本媒体来看，一般民众订看自由、苹果甲联合，甲媒体工作者排列有淡薄无同。民众订看的电视媒体前3名是 TVBS、民视、中天，媒体工作者则是 TVBS 公司甲东森。啊，毋过数字嘛发现，民众较无意愿看的媒体，甲头前讲的定想看的媒体差不多。显示这频道是有中线粉丝甲白铁观众。收视或者收看的习惯，其实反映的只是读者自己心中对某一个立场的喜好。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创意跟这个突破的勇气，然后再加上这个政府政策上的这个支持的话，那我认为其实以这个公广集团作为一个领头，新的这个模式建立之后，跟观众互动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新闻产品来。啊，那伫网络新闻方面，线下民众不爱看传统媒体电子版，啊，毋过有看的人以 ET Today、苹果日报上悬，有人线民众无接触网络的原生新闻，显示这种管道可能较生分。学者指出，微报告中会当看出来，民众对某一寡媒体介意，嘛影响因对新闻可信度的判断。比起来，媒体工作者的选择一致性就较悬。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码啊，咱先来讲台北捷运公司，因宣布讲2月开始，那30天内坐免惊迄款1280块的订机票，佮敬老票含移动的优待，拢会照目前的办法保持无改变。啊，毋过迄款雾卡入站拍8折的优待，会换用坐愈济、属愈济的算法。1月你若坐甲超过51摆，就会当拍甲7折。伫咧早起上班的时间，捷运站内底有真侪旅客、旅卡出入站，定坐捷运的民众就要注意。台北捷运当续会通过促销电子票卡8折的优待，2月份开始，票价改换采取坐愈济、回贵愈济分级回贵方案。就是没有这么频繁的搭，对，然后就是如果取消掉的话，就觉得可能就是每天那种通勤族才会有优惠啊，就是减少我会想就是搭这种1次2次的欲望。搭乘捷运的部分大概差不多25次到30次左右。未来如果涨价的话，你的搭乘习惯还是会持续使用，我并不会改变。大幅影响到你的交通费用？不会啊，现在不是有1280，也可以啊，这样也比较划算啊。未来台北捷运的优待改换采取逐个月分级回归。共一张卡每个月累积来算讲坐几摆，逐个月坐11摆至20摆，现金回归10%，等于讲是9折的优待。坐21摆至30摆是拍85折，逐个月若是坐51摆以上，才会有拍7折优待。台北捷运表示，甲新北市府沟通达成共识，新北市府认为讲新的票证采取数据共享，嘛有顾到弱势优待等等，所以无理由通好反对。是按照旅客搭乘次数每个月来做分级的回馈，搭越多现金回馈越多，会在2月1号结算之后，按照新优惠的方案，而用系统自动加值的方式来回馈现金。台北捷运从这个月开始，已经开始提早累积民众坐几摆，民众必须要使用共一张卡，才会当享受累积回馈。嘛强调讲会继续维持即马1280块的电机票，还有敬老卡、心心障碍甲儿童卡法定的优待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啊，台中市政府昨嘛宣布讲，按新历正月25，就是旧历正月初1开始，市民坐市内的公车10公里内免费，超过10公里，不管坐偌远，价格嘛加扣10块银尔。不过这项号名叫做双閘公车的政策，一年当市政府就要加贴将近30亿的预算。啊，研究交通的学者是讲，就要看8日电脑用证人所做的资料合作伙计算出来的结果，咱才有法度判断讲政策的作用是好也歹。多了。这辆车厢是公车，可能明年初1月25号迄天正式上路。这个纪念礼物就是我们的双10公车要上路。
详细公车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坐大众市公车10公里免费，超过10公里以上的车程，嘛取消上悬60块的上限，上济干那收10块。就算我是到上远的和平、国馆、甲大安海边啊，一抓总额嘛只要20块。估计加出来10公里差价补贴，一年还阁加出1亿外。对这个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解说，目的不是干那咧补助偏乡。你看看，可以达到节能减碳、反空污。第二个，解决交通堵塞。那第三个，我们可以促进各区的观光经济交流，多花1亿多，可以达到这么多的一个功能。台中市政府宣布，这是全国上优惠的公车政策，有民众赞成，但是也有人认为钱应该开在应该开的所在。我真的觉得就是使用者付费，因为资源是有限。值得啊，可以引进很多观光客进来啊，我当然会到处走啊，可以多看一些地方啊。交通学者只是认为，台中市的公车补贴一年的预算要将近30亿，是一个较可观的数字，是不是有法度来创造相对应的效益？要看大数据的结果。我们补贴开始之后，我们甚至要用一个大数据的分析，看看将来这些有效的补贴可不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目标。交通学者建议，政治补贴是一时的，重点是要培养民众坐公共运输系统的习惯，安尼钱才用用伫应该开的所在，创造上大的价值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钱，就要用伫咧上应该开的所在。健保署早起公布，要增加18种病症内底药品给付的范围。这中间，敢若癌症的药就定4成，帮助会到的患者按算有10万个。一年当健保是会增加122亿的开销。若讲到替病人省上介济，是有一款白血病药啊，一月你会当减轻自费的负担，将近20万。癌症已经连续30年排在国人10大死因的第1名。为了增加国人治疗甲存活率，健保署公布增加18类疾病药品的给付范围，其中以癌症药啊上多，占4成。其中嘛新增加给付第2代肝癌的新药啊，估计拢总能帮助超过10万的病友。健保一年会当新增加122.72亿的药费。第2代的癌瑞格呢，是如果你第1代没有效，已经恶化的时候。大概有10%到20%呢，它的机会让它又继续延长。健保署表示，伫癌症药品扩大给付加新增加药品部分，以肝癌受惠人数上多，有3100人，药费支出一年差不多11.5亿。山的心肌癌有2000人，药费21.4亿；肺癌有1300人，药费20.9亿；大肠直肠癌有1000人，药费7.9亿。其中白血病患者人数差不多100人，未来平均每人每个月药费会当减少20万块的自费医疗负担，新上市。原则上，我们是以临床实证来决定药品要不要给付，就是有效的药品、最有效的一个适应症，我们才会给付。根据健保署统计，癌症这5年来都增加给付100项的新药啊，显示咱个癌症病友接受新药的治疗机会，无输予欧美这先进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讲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渐渐平静。当有消息讲，双方会伫咧美国的时间正月15签署头一阶段贸易的协议。美国财政部昨嘛表示好意，宣布撤销因针对中国操作汇率起落的指控，无要搁再直接甲中国看作为操作汇率的国家。这款表示嘛带动美国的股市开出红盘。美国财政部第13向国会提交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加外汇政策半年度报告，报告中讲，人民币已经升值，北京无搁再被列做汇率操纵者，所以甲中国自汇率操纵国家内面提掉，列做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的做法也被看作是中美签第1阶段贸易协议进前所传出的善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第13也讲，希望中美第1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了，会当创造双赢的局面。I hope here in the next handful of hours we sign the first part of what will be a significant agreement which will improve the lives of American citizens, raise wages for citizens here at home, and increas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on a set of terms that work for both China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财政部13的报告指出，目前并无任何的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符合1998年或者是2015年所认定的货币操纵国家的标准，而北京也已经做出避免货币竞争性变大的承诺。
这边除了中国以外，也个包括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也被列做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伫咧2019年8月，踮中美伫咧贸易强弱的时阵，甲中国列做汇率操纵国。这是1994年了，再一遍甲中国打汇率操纵的标签，也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承诺。不过，过了5个月，中美就要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程，华府再一遍撤销对北京汇率操纵的指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第13也已经带团到美国，预计伫美国时间15中昼，将会伫北京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伫中美贸易战慢慢较缓和的利多带动，一个加上科技类股行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3大指数伫咧13夜全面行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边有一个名叫人权观察的团体，因的执行主任昨日本地要去香港发表去年度人权的报告，结果煞去互海关拒绝入境。中国的外交部是讲，这件代志一切依法处理。因嘛批评这个团体是专门咧煽动香港的独立。人权观察这边是回答讲，中国政府是掠因来枉屈要做理由，甲百姓解说讲，香港人对共产党接不满，就是因的原因。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原本定伫咧12去香港发表上新年度的人权报告，所以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伊表示，这是头一届受到这款的待遇。Sadly, as I arrived 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it didn't want to let me in. So even though I've been able to enter Hong Kong freely before, this time,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blocked me. They didn't want me to h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罗斯表示，原本想要强调北京政府加强打击国际社会维护人权的拍拼，这届去互拒绝入境香港，拄好甲这个问题反映甲真清楚。不过，中国外交部是态度大正的来回应，表示出入境的事务拢依法来办理，嘛指控人权观察透过无同的管道来反中乱港。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罗伯森认为讲，中国的这项举动，敢若是想要伫咧香港动乱当中找一个替死鬼。They can't explain to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wh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so unhappy with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lanation that they can provide, they have to make one up. And we're a convenient fall guy, we're a scapegoat. 因为美国去年才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迄当阵中国就呛声讲要制裁美国非政府组织来报复，即马美中就要来签署贸易协定。伫这个时阵，拒绝人权组织入境香港是特别敏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完，咱来讲英国。英国的皇宫 Harry 王子翁仔某顶日宣布讲要脱出皇亲国戚的身份，嘛要尽量家己拍拼，唔愿搁再挖靠皇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嘛赶紧召开家庭会议，落尾嘛声明讲祝福因两人未来会当搁较独立，过了搁较好。看起来阿嬷虽然唔甘，嘛是支持，有影是疼孙疼甲入心。英国王室这场家庭会议受到关心，女王13发表声明表示祝福，希望哈利王子甲因母梅根会当有更加独立的未来。未来有一段过渡期，两个人会轮流住伫加拿大甲英国。这嘛表示女王已经同意两个人退出王室决定。哈利甲梅根初步宣布退出王室，要寻求再不独立。不过事情女王对这个代志拢唔知影。传讲菲利普亲王知影消息了后，去甲当场讨会。为了化解王室危机，女王决定13伫桑德林汉府召开家庭会议，要求查尔斯王子、威廉王子甲哈利王子拢来出席。让伫加拿大的梅根用电话视讯参加。英国媒体又表讲，梅根家己已经接新工作，伫哈利介绍之下，甲迪士尼签配音合约。换对方向组成团体关钱，引发王室成员不满，认为损害王室形象。某人即期生哈利翁仔宝想要脱离王室约束，不过两人去年用家己丰富。萨塞克斯皇家为名创办基金会，注册品牌用的是王室名机。未少英国人认为，就算要再不自主，因无可能将王室衫脱落来。It's been paid for, it's done,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they don't want to be senior anymore. You can't just be a royal and then decide not to be. He's
he's a royal and that's it. He can't get away from that. I certainly don't think we should pay for security if he wants to try and remove himself from all of this. 即马得到女王的支持，不哩个王室目前该解决一寡问题，嘛有真侪工作爱做，啊，毋过爱顺的女王，还是希望哈利会当过家己家己的生活，嘛要求王室团队伫几天内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王室这款变化实在互人料想袂到。总是人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全世界电影事业每一年当的大代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的名单昨公布。南韩的导演洪俊昊迄出《寄生上流》入围最佳影片，啊，美国一支电影《小偷》啊入围上介侪项，包含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阁有最佳影片，拢总11项。Is this a joke to you?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美国13公布，陶德·菲利普斯做导演的《小偷》一捆头入围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等11项大奖，入围上侪项。奥斯卡入围名单入围最佳影片，除了《小偷》，阁有《赛道工人》、甲南韩导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等高级电影。 여자들이 원래 참 잘 속아. 사모님이 뭐랄까. 寄生上流嘛入围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6大奖项。The Actors Branch nominates Antonio Banderas in Pain and Glory, Leonardo DiCaprio in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Adam Driver in Marriage Story, Joaquin Phoenix in Joker, and Jonathan Pryce in The Two Popes. 外演员要超前影帝影后共款真激烈。Cynthia Erivo in Harriet. Scarlett Johansson in Marriage Story. Saoirse Ronan in Little Women. Charlize Theron in Bombshell. And Renee Zellweger in Judy. 谁会当摕到大奖？会伫比赛时间2月7号颁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认真拼，唔通惊，就会有好名声。来看英国国内上界大间的连锁饭店，因为近来素食正时行，推出素食的烟肠卷，结果大受人欢迎，一年当的利润嘛加赚2成4，股票阁起7成起来。头家嘛欢喜宣布讲，要摕700万的英镑出来做赏金。 啊，阁要推出新菜色，就是内底无腩肉，毋过是牛肉口味的派。英国格雷格最近生意特别好，伦敦这间分店虽然排队人，啊那为了上火，对这款模仿 iPhone 广告手法推出素食烟肠。 甲传统的胖做科技产品包装，和格雷格这款素食烟肠真红，和去年业绩成长1成，股票起7成，税前赚的增加2成4。头家欢喜，决定提出700万英镑分红。19000个资深员工，逐人会当分到300英镑。格雷格最近又搁推出无摆牛肉派。 这种素食风格嘛在美国流行。汉堡王推出无摆汉堡了后，这个月底嘛在早顿推出素食烟肠可颂三明治。 Breakfast is a key day part for our brand. The crust sandwich is our key product for breakfast. So we decided to bring to life the Impossible Crust Sandwich, and we're going to market test that product in five areas in the U.S. starting end of this month. 无可能食品是提供汉堡王无摆汉堡供应商，即摆伫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这间公司佮推出真侪类似商品，亲像素食猪肉烧麦、素食肉丸佮素食三明治，拢受到消费者肯定。看起来这流行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说解文说字。 人讲吼，真正爱认真拼，唔免惊，才会有好名声。啊，台湾俗语内底嘛足侪伫咧鼓励人讲，
咱唔通惊旁边，都要认真拼拼。台湾人敢无常常咧讲，圆人的变，变的圆。头一句，国政要甲你讲，做家就请，做人就变。这句俗语话，我相信真侪老辈常常拢摕来咧教时势。啊，当然讲到即个请，就是讲家，就安尼遮请遐请，请看有通好食无？做人就变，啊，即个变，台语就几落音哦。你若讲伊反对的反，这读册音共款即字。毋过若白话，就是国政标题所写的。唔惊旁边就变变嘛，即个变；做人就变嘛，即个变。当然，即个变就是讲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会晓找看有路通好行无？唔通讲旁边一冻点，一唔研究新的方向。啊，当然啦，人吼有人伫咧讲，巴肚若枵就全部数，巴肚若饱就无半步。煞唔知影讲到假，原来一句俗语话咧讲枵家无少锤，枵人无少面底皮。啊，若这唔好呢？因为枵人无少面底皮，较艰苦的代志咱去做，安尼无要紧哦。人都要屈来了，这是好代志哦。啊，国政你若讲唔好，煞唔知影讲有一款人枵人无少面底皮，煞去做迄个为非三做的代志，这都唔好。啊，讲到困难有才调出头天，演过歌戏戏台顶定来咧做，就是宋朝的宰相李梦正，伊上介困难的时阵，冤家求乞，咧甲人做乞食。毋过经过10年寒窗苦读，真正一举成名，有才调官拜朝廷的宰相。啊，真正历史上李梦正定来写一篇文章内底所提起几句话，这做戏戏台顶嘛一定会提起。亲像讲李梦正所写的《破幽赋》，国政今日特别讲互大家做参考。见面头一句伊就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夜光笔竹，行不及蛇。乡家两翼，飞不过鸭。马有千里之庭，无奇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飞运不能自通。是啦，观众朋友，你嘛会记得讲，真侪无论歌戏、布袋戏，若做到这个站头的时阵，人讲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庭，无奇不能自往。这两句读完，一定后壁佫斗一句话，讲时呀、运呀、命呀，非我之所能呀。时运命，这毋是表示讲你将交代命运，毋是哦。颠倒是咧鼓励讲，你都要认真拍拼。虽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束缚，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条件。毋则李梦正写讲：夜光笔竹，行不及蛇；乡家两翼，飞不过鸭。先天有束缚，毋过无要紧。人有冲天之志，飞运不能自通。啊，得神，啊得人，就是咱即马台湾歌伫咧唱的。3分天注定，7分嘛，就爱靠拍拼。你讲看有影无？是讲国政头拄我来讲，枵家无少锤，枵人无少面底皮。咱若去为非三做，这就介毋好。2当前，美国职业棒球的大联盟 Houston 太空人队，伫咧世界大赛内底，竟然用摄影机偷翕对手洛杉矶 Dodgers 迄队捕手的暗号要安怎样比？大联盟今日发表调查的结果，甲因这队罚500万的美金，佮取消未来2档头前2轮选拔新人的权利。啊，太空人队嘛即时开除，当时使出这款头一步的总经理甲总教练因两个。The Houston Astros are world champions. 蔡亚庆祝摕到2017年世界大赛冠军，这是太空人队史上头一摆摕到冠军。不过，双方逼出太空人利用外野摄影机偷摕当年世界大赛对手道奇队的捕手暗号。大联盟的调查报告13出炉，而且罚出史上上悬的500万美金，大约代表1.5亿的罚款，佮会没收2020和2021年前2年的选手权。太空人队头家虽宣布开除涉案的总经理鲁诺和总教练新区。I have higher standards for the city and the franchise, and I'm going above and beyond MLB's penalty. Today, I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dismiss A.J. Hinch and Jeff Luhnow. 大联盟去年11月启动调查，是因为前太空人投手菲尔斯指控球队偷暗号，用卡喷射筒的方式传互场上的打者，互打者提早知影对方要投什么球。大联盟公布的9页报告指出，太空人队高层必须爱替因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不过总教练新区虽然知影，却无同意这种做法，甚至坐摆出手阻止，所以也是含总经理同齐红处禁赛1档，嘛互人失头路。
neither one of those guys implemented this or pushed it through the system. It really came from the bottom up. It's pretty clear in the report how that happened, but neither one of them did anything about it, and that's unfortunate, and the consequences are severe. 新区和鲁诺嘛发声明表示，针对无组织备端，感觉真危险和失礼。不过调查报告佮讲，将太空人的教练现任波士顿红袜总教练的科拉，是开发太空人头暗号系统的主标，恐惊会互面临同款甚至愈严厉的惩罚。红袜队目前嘛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科拉伫2018年担任红袜总教练的头个赛季，就带队摕到世界大赛冠军，输给对手同款是道奇队。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关心香港人陈同佳伫咧台湾杀死伊的女朋友潘小姐这条案，咱国有意要提供150万的补偿金给受害者的家属。陆委会讲已经透过驻香港的办事处联络潘小姐的亲人来申请。陈同佳到单也要讲要来台湾投案，陆委会嘛表示真遗憾，佮呼吁香港政府都要赶紧提供司法的互助。 2018年2月，香港男子陈同佳涉嫌在台湾旅游期间杀害伊的查某朋友潘晓颖，事后将尸体弹掉，走转去香港。依照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规定，在中华民国的领域内面，因为犯罪行为被害死亡，遗属会当申请补偿金，无分国籍。 所以，陆委会已经透过主管处联络潘晓颖的主理人，会当依照台湾的法律申请150万的补偿。我们也透过我们的驻香港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络这个案子的被害者潘姓女子的家属，相关的程序呢都在处理当中，我们只是提醒他这样。陆委会指出，若是潘女的家属申请， 咱国就会依法受理，就陈同佳来台湾投案敢有进展？陆委会讲已经成立专案参考，不过并无得到香港方面或者是陈同佳的任何联络。截至目前为止，那么陈同佳还没有向投案窗口来联系，那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感到遗憾。司法互助无进展，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港府对这个案件一直拢较被动。 而且也欠缺较了解台湾事务的专家，再加上台湾处理的手法较政治化，两地以上陈同佳的方式无共识，有期伫咧短期内正歹有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关心几站6都地方的消息。桃园机场第3跑道的开发案，再去进行环评专案小组的审查，支持开发甲反对的民众拢去到会场发言。 有在遐的里长就呼吁讲，爱赶紧开发，若无就归期取消。莫互阮里民心头拢抓袂定。啊，毋过嘛有反对的民众强调讲，家己咧大个厝体要互人征收，实在是逐工都烦恼甲毋知要如何是好。 主商面积上大的区段征收案，桃园航空城会在立环保署进行核心建设桃园机场第3跑道环评专案小组审查，支持甲反对开发案的民众真侪人来参加。当地里长强调，同意土地征收的里民达到90%，呼吁加速开发，唔通互里民外地无确定的惊吓当中。真的哦，你就宣布航空城这个计划把它取消，还给我们我们主游。 让我们没有恐惧的日子。会议开始进前，反对开发的居民甲民间团体伫环保署头前集合，住伫轮仔后边的女学生指出，进前厝的土地属于公有的，家己长久等待才为政府手上买回来，想袂到即马一时啊，特别向强制征收，伊无法度接受。才买没有几年啊，就要征收，啊，本来就是没有划在里面的啊。 不知所措。行政院核定的案子里面都有替代方案，那却不采比较影响较小的替代方案。这个我觉得光是后续的这个诉讼等等的，就都有可能让这个案子走不下去。那更不用说这个环境影响跟人权侵害的部分。但支持开发的民众不满，为着要减少征收，甲第3跑道往南平线，敢讲袂制造更较大的问题吗？那个地方的限高会移到南崁啊，青埔南崁是桃园发展的重镇，你居然把限高移到那边，那你要把南崁那个大楼全部砍掉一半吗？不可能啊！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影响3300外户，有8973个人，伫未来完成征收了后，需要全部搬厝，因为互认定是环境冲击大，环评进入更较严格第2阶段审查。其中第3跑道案目前进入初审，到中昼为止，搁咧审查当中。
记者林俊文彭耀祖台北报道。毋若讲机场要开发第三跑道，来看基隆市这边嘛，拼要增加坐邮轮来台湾佚佗的人客。啊，毋过邮轮来到港口晚饭时，进前通关的人拢排甲落长。啊，当基隆港嘛已经开始有些自助报道机，有的邮轮的人客如何照到当自动报道，30秒通关，搁通顺续领饭店房间的卡路，有影是加正方便。看到有照片这一页，然后按扫描证件。提出呼叫，邮轮路客到机台，自助报道较无30秒就完成手续，机台嘛自动来出办卡。对比过去爱排队到临港柜台，才能完成报道，旅客感觉方便真多。之前很麻烦，还要用行李去占位置，现在不用。很方便。上邮轮有一个步骤，就是他们都会先去吃自助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等太久的时候啊，去自助餐的时候都满了。看到邮轮客上机，这是邮轮业者自费设置的自助报道机，嘛是基隆港头一摆为邮轮自动通关服务。业者希望在2年内推出人面辨识。基隆市政府表示，去年邮轮靠港全年陆运109万人次，自助报道会当化解排队的人。东岸跟西岸的邮轮的这个中心现在都在整改建，而且现在用自动通关的一个系统。在西岸的话，可以把每个小时800人次的一个通关的一个人数呢，提升到3000人次啊。那在东岸的话，可以从1300提升到3000，这对提升基隆港的邮轮旅客的一个竞争力非常的有帮助。市府因应靠港邮轮游客继续成长，去年开始推出观光列车，嘛伫优化港区的空间，亲像海港大楼改建、报道连到洲美广场，希望避免过去旅客靠港就去外县市观光消费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甲交通有牵连的新闻，咱来看花莲县政府和县内警察局的交通队，考虑到苏花公路山区改善道路的通车，啊，搁旧历过年又搁要到地，因近来宣布将要入市区这座中央路交通的车辆灯改做单方向，啊，就是一摆敢若开放一方向通车，结果煞颠倒大塞车，民众的怨言是讲袂了，县府当时讲会搁再检讨看卖咧。车经过花莲市的中央路，驾驶拢发现车辆灯时间变长。奇怪的是，为何对向的车道已经青灯，家己的车道需要是红灯？加上搁爱等环向道路放行，一个12路口爱2段红灯，结果造成大塞车。时间变太久了啦，变成时间拉得太长了。我觉得怪怪的，反而造成更塞车等候的时间更久。花莲县府表示。改车辆灯放行模式是为着因应过年时啊，和苏花改通车了后，大批的车辆倒弯进入市区会造成塞车，所以才甲中央路南北向的车辆灯改做单向放行。不过经过这2天测试，确实有问题，会搁改车辆灯的时间。我们现在用南北轮放的方式，那左转、右转、直行可以同时放，那我们再把时字做一个调整，秒差会增加，那让车流的速度会更顺畅。不过，大部分民众认为，为着让少数倒弯的车通行，煞让所有的车道塞车，实在无合理。花莲社区网站也有网友联署，要求县府改回去原本的车辆灯方式。对此，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搁和交通队研究，嘛无排除离峰、尖峰再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一县市拢有个人较专长的所在，若云林县市清新的产业，一年当的生产价值有到300亿才济。敢若县内市的猪道149万只。鸡、鸭、鹅的数量嘛，拢全国排头前的。当年到这刀，云林县政府特别汇集这些业者，举办特产过年的商店，望要尽量将云林县内各项特产品广告互名声更较透咧。桌顶排规排，全部拢是好食的料理，现场济民众拢来排列等要试食。云林县政府为着要推广在地肉品产业，联合在县的杂货经业者，规划一条年会大街，希望民众来这看年会，倒贴云林的肉品市场。我们今天的产品非常的多样鸡、猪、鸭、牛、羊都几乎都可以找得，在现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这个部分大家等一下可以品尝一下但特别是现在离过年还有2个礼拜，那我想大家有兴趣的要赶快下单云林县政府表示，全县的肉品产值已经đạt到300亿，包括猪啊、肉鸡啊、甲菜鸭，毋那是全国重要的产地。经过养饲业者的研究，佮发展出真侪无同的加工产品，希望会当让消费者买也安心，食嘛安心。
非常优良，而且是品质保证。那无论是在检验认证方面哈，都受到肯定了哈。那也完全哈都达到认证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这样的一个促销行销的活动，就是要让所有全国的乡亲啊，在你年节的时候要送礼的时候，或是自己家里要拜拜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云林良品。农业处表示，过去全县的牛肉有到100万只，经过前几年禽流感、价钱升腾，已经渐渐复原，养饲的数量恢复4成，介绍平稳。现时，佮透过行销活动，要将在地生产、多元加工的好产品提供予消费者选择，发展销路，也替业者增加收入，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一个暨南大学附设高中3年的彭怡静同学，今年伊利用电脑大批资料的分析，研究出咧算神奇 Pokemon 遐的人客，因的行为和心理上对这款手机啊游戏满意的程度。伊毋若讲统计学真稳定，英国嘛要代表学校去日本参加科学展览。目前伊也以这款特殊的表现来互国立中正大学敬重，欢迎伊入学去做大学生咯。大家都处于在这个情况，然后就没有那种挑战性再继续玩。大家都很期待说他们可以把那个最高等级再往上提升，提高难度这样子。讲出研究算 Pokemon 的人，因的行为也有对游戏的满意度。今年读暨南大学附中3年的学生彭怡静，伊甲伊所做的统计分析拢点出来。伊平常时爱算 Pokemon，不过伊更较爱统计。玩家的行为非常的有趣，然后又看到说国外的期刊也有在研究相关的就是理论，然后就想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学校老师表示，彭怡静捌因为厝内底家境真困难，无来上课1年。不过伊把握学校的资源，减少每一届学习的机会。伫咧老师的心内，有3个优点。他自主学习，完成了大学的统计软体及媒体编辑的技巧。其次，他也积极的参与国内的各项科展比赛，也获得好的成绩。第三，他也结合现在台湾重要的社会议题的时事，积极用大数据下去研究。彭怡静积极又够认真，今年伊伫咧大学特殊选材顺利考调中正大学。彭怡静讲，伊真欢喜会使用社会统计调查无共人调的现象，未来伊也要继续打拼，分析更较侪社会现象。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六都台南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台南六甲顶的园区，再去举办台湾产业创新的座谈，现场佫展览30款新开发的技术，其中一项敢若用手机啊，就会当监视咧饲石斑的鱼仔仔水质变化的情形。这条就互真侪养殖的业者真懊恼，一直来探问。江经理嘛讲，望通尽量助赞南台湾各项产业科技的创新甲升级。过去若是要照顾石斑鱼仔，拢需要养殖业者真注心，啊，毋过即马加这项新的科技。例如说，我想要把某个东西开起来或是关掉，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遥控。透过手机监测，就随会当知影水电的酸基质、水温等等的数据，嘛会当试一个，就会使启动任何想要做的动作。我们其实可以24小时，甚至到每分钟都可以产生一笔数据，而且它会做到一个及时的监测，不会说我去量了才知道，我随时可以做提醒或是做遥控的动作。除了水产经济，江建义嘛发展太阳能技术燃料明化电池，会当透过室内的光来强电。另外嘛利用3D 拍印技术，还有智慧科技导入去伫咧医疗产业面顶。这个机器自动就会帮他把眼底照片拍好。那拍完之后呢，民众可以先从机器这边去看到说，初步的他在青光眼还有糖尿病眼底病变的几率是否很高。超有30项新科技的技术，拢是江建义甲业者来合作。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是真激烈，创新甲转型嘛变做南台湾产业真重要的代志。经济部一直投入去研发的资源，暂时正式展出30项科技新品，替南部厂商导入智慧科技的实际运用案例。南台湾有纺织，有一些这个农业的一些优势，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工业2.0、3.0一直到所谓的工业4.0，所以我们引进了一些科技。让他们可以从这个传统产业可以升级。江建义经营南台湾超过10年，除了要让传统在地产业加向永续发展以外，嘛要斗相共在地少年人推销创新创业，期待未来当有更较侪厂商加入来，做回来替南台湾打拼。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过去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不过现代气象的科学，望要尽量判断好准。
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5度到20度，中部这边18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0度到28度。东部19度到25度，金马平湖13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